你必须跟着你的老师啊，好，你必须跟着你这一队的组员啊，大家一起生活，这样子呢，你才不会发生危险。万一你发生危险的时候，老师有看到啊，老师可以马上帮你处理呀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可以把那个伤害减到最低。所以记住哦，好，不可以自己去行动，因为你自己去行动哦，你就会去，有时候你就会不只会影响到你的老师，有时候还会影响到自己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啦？对哦，所以哦，记住哦，以后啊，老师还要来观察哦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哦。老师还要来观察哦，看看谁呀？哦，都自己一个人去行动，都自己一个人去怎样？啊，洗碗也自己一个人碗，拿着就去洗啊！啊，洗等下来跟你吃饭的啦。啊，你说这样好不好？还有，我今天吃饭还有一个问题，今天中午是不是有吃那个紫菜糕？紫菜糕跟在一起上。用炸的，就像米血那个有没有？有，你们是不是很喜欢吃那个？有些人很喜欢吃那个，你知道吗？我有到一个地方去吃饭哦，然后他们有2个小朋友特别喜欢吃那个，结果他们的老师都还没来呢，然后其他的小朋友都还没盛饭呢，一两个哦，的夹子给改三包的紫菜糕都变溜溜啊呢，结果那一盘就只剩下那个四季豆面那个炸鸡块而已啊，然后那个紫菜糕全部都不见了，然后人家其他小女生说，你怎么给人家夹那么多啦？我也要吃呢。这小男生来讲，我爱了，我想给我赢啊。你想想看，大家都来这边，大家都是好朋友，对不对？你喜欢吃的东西，别人喜不喜欢吃？喜欢。喜欢吗？你不喜欢吃的东西，别人会不会也喜欢吃？喜欢。你不喜欢吃的东西啊，你想想看，你不喜欢吃，搞不好别人也不喜欢吃。你要用你的心啊，我们要